嚟山西睇歷史古建築，我哋一定要多謝古建築嘅導師梁思成。喺大同古城嘅東門前面有間梁思成紀念館。喺1932年至到1943年，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走訪全中國，考察測繪咗2700個古建築，成立咗清華大學嘅建築系，開始中國文物嘅保護。佢考察測繪咗個千年古木塔，就喺距離大同冇幾遠嘅應縣，我當然要去睇下啦。由大同古城出發，揸個半鐘頭車呢，就去到呢個應縣，嗰度就有一個千年古塔。話說當年遼國嘅蕭太后為咗紀念佢父親嘅功績，就起咗呢座功德塔。咁建築於1056年，呢一座係世界上面而家存在最高大、最古老嘅純木結構樓閣式建築，高67.31米，重7400幾噸，冇一口釘，全部靠榫卯結構，屹立千年，係建築史上面嘅奇蹟。全名就叫做佛公子釋迦塔。全世界3個最偉大嘅塔：意大利比薩斜塔、巴黎埃菲鐵塔。最老嘅、最有價值呢，就係呢一個應縣木塔，1000幾年歷史。木塔前面有一個倒計時牌，就說明應縣木塔到而家已經經歷咗969年。旁邊嘅斗拱呢，就顯示呢個木塔嘅建築特色。喺1974年重修呢個佛塔嘅時候，喺第4層主佛像裏邊就發現咗釋迦牟尼嘅真身舍利。我哋先嚟睇下木塔嘅設計，用大石塊砌咗2層地基，雙套筒結構，內筒8條柱，外筒24條柱，通過榫卯連接成一個整體。第1層係明層，第2層係暗層，用斗拱、榫卯連接埋一齊。地震嘅時候能夠通過輕微移動卸力。暗層布滿斜撐，好似鐵箍一樣咁剛硬。明層空間開放，好似彈簧咁柔軟嘅。斗拱系統亦都係個減震器。咁全個塔用咗54種488朵斗拱，通過榫卯摩擦互相錯動，吸收咗啲震動。明層暗層交替就係佢嘅緩衝層，一柔一剛一齊消耗地震嘅能量。而家為咗保護木塔結構，塔樓呢就唔再對遊客開放啦。嗱，呢個24條柱呢，其實係離地嘅，即係好似一張好實淨嘅凳。咁啲凳腳咧就唔係黐死嘅，睇到呢度可以攝隻手入去嘅，可以攝隻手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有地震如果有地震啊、風吹咧，佢喐咧，佢就喺呢度搖擺射咗嚟。咁啊，全部係同埋呢24隻腳啦，佢唔同嘅天氣、唔同嘅地震嗰啲，佢會輪班休息嘅，唔係隻隻都坐死嘅。成座木塔係採用5明4暗嘅結構，明層有啲彈弓，暗層好似鐵箍，剛柔並濟，歷經成1000年，仍舊係穩如泰山。嗱，呢應縣木塔咧1000幾年都唔爛，點解咧？佢設計上做咗好多好超級嘅諗法。呢度咧
每個牆腳咧就有窿嘅。咁呢個窿咧，就啲風吹入去咧，本來山西都已經好乾燥啦，咁係加埋呢啲吹入去，裏邊啲木就會通風，咁就唔會腐爛，唔會潮濕，咁啊又保持個溫度一致，就唔會冷縮熱脹爆裂啲木。係全部嗰啲牆邊都有嘅，咁而家加咗個網，防嗰啲貓啊老鼠咁啊。應縣木塔歷經40幾次地震，仲要喺民國初期俾啲軍閥炮轟咗200幾次，到而家依然屹立不倒。呢個斗拱結構功不可沒，咁珍貴嘅歷史建築，大家去山西旅遊一定要去睇啊！